称着接见美国联邦参议院访团，认为这是展现对咱台湾的支持，也强调各方预算会当拍折。台中市长罗秀燕支持8000亿到1兆的军购预算，外界解读这甲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立场无同款。台南亚太棒球场办比赛，所有民众因为袂爽管制，甲人扇喙皮，互中华职棒家来做是永远的黑名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0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咱要大先来看的，就是美国联邦参议员的是带团来访问台湾，咱的外交部处长陈明基是亲身来接机。这届因除了是会见咱的总统赖清德以外，主要阁要甲这国民党来见面，要求要赶紧通过国防特别预算。美军专机飞入台湾的领空，8日0点20分伫松山机场抛投降落。外交部处长陈明基甲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副处长梁凯文亲身来接机，欢迎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夏亨，甲共和党参议员邝思恒带来的跨党派访问团。这届跨党派的组合显示美国对台湾政策的一致性。共和党参议员邝思恒甲接机的人员表示，家己捌来过台湾待过一冬，敢要会记得中文安怎讲，伊真亲切安尼回应。金融时报指出，这个时阵拄好是赖政府甲在野党针对400亿美金的国防预算咧小演。美国代表团这抓也有带来明确的消息，强调通过国防预算案的重要性。我们的立场，当然我们一定会站得很稳哦。那就是只要美国有发价书过来，只要美国愿意卖，而且我们又有需要的，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绝对支持。应该是会强调说商购还有委制对台湾的重要性，我国的国防自主能力，包含美国的 AIT 的吴立言先生也提到这个他们支持的是由行政院由国防部的这个条例。目前，伫立法院国防特别条例真侪条文拢无共识，已经送去协商。也毋过国防部证实，82套海马斯系统的头期款，美国有同意延期，暂时降低台湾付钱的压力。也若台湾的防卫决心，毋但是伫国内的预算，外交部政务处长吴志忠接受专访的时，也甲国际讲明，强调面对中国的施压，台湾会强化自我防卫，而且坚定维持现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国民党今仔日有大消息啦，因是来宣布讲这第10回呢会伫4月中旬来举办，目前已经收到中国的邀请，会由这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带团去访问。预计这时间点呢是4月7日至12日当中，会去到江苏、上海甲北京。也那郑丽文伊嘛表示讲，希望这国民党甲共产党呢会当做伙来拍拼，推动两岸的和平甲交流。因为反对台独，所以我们可以避免战争；因为9·2共识，我们可以缔造和平。因此，今天立文的访问中国大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不增不减，继续的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我们要向台湾人民也向全世界证明一件事情：两岸不是终须一战，两岸不需要兵凶战危。其实，伫顶届这国民党主席去到中国访问呢，已经浪10冬的时间啦。第二文除了是感谢这双边有积极来沟通，也强调讲这毋但是来自中国北京的期待，也通互全世界拢安心，而且会当避免台海起战争。再来关心这驻美国代表余大雷呢，是搁爆出这争议的事件。有人是伫网络打文，暗示讲这余大雷是因为这菜无够青草，就甲人骂，甚至搁甲人降职，恐惊是牵涉到这场的霸凌。也那外交部是表示讲会继续去了解实际的情形，若准有具体的事情，安尼就照规定来处理。驻美国代表余大雷过去捌方表出，欧美开公款对下死画起画倒，伊也伫美国亲身办记者会回应质疑。但又搁发生争议，有疑似驻美代表处人员伫社群媒体发文，暗示余大雷欧北用公款买碰意甲音响，买互家己听，佮因为无介意饭菜，就骂相关的承办人员，甚至以降职做处罚，牵连工课场的权势霸凌。我认为已经是第2次了。那
希望外交部可以针对这样的一个吹哨者所爆料，如果真有歧视的话，应该要从严处理。这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那是政府部门该去做一个确保了，都必须要就好好的去做一个调查，那也是给当事人一个交代。外交部强调，针对牵连工课场无妥当对待这款情形，拢有设多元而且通保密的申诉甲反映的管道，也继续要求驻外管处的首长好好管理甲领导。关切的相关情形，外交部将持续掌握，并视个案的状况加以了解。如有具体的事证，均可循相关的机制提出，外交部将依规定审慎的处理。经济部技术室也传出研究员对法人计划塘仔口工研院的员工长期霸凌，中官甚至要求交出检举者的名单。经济部赶紧回应，绝对无讨霸凌案真正人甲证人的名单。最近经贸办副总单破代表江培兴破病过身了后，传出疑似有工课场的霸凌，即马也互公部门工课场霸凌的问题搁再受关注。我觉得一定要查清楚哦，但是可能我们现在没办法预下判断。不管是我们社会对政府的要求要如何的有效率，也如果那些恶性霸凌的人不能用这个来做借口。不管是我们的谈判总代表杨珍妮，不管是驻美大使于大雷，没有错，他们都肩负对外经贸跟对外外交的重责大任，但是这不能成为他们可以不被处理的，变成是他的后台。那位也要求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振年应该调离现职，甘回险技术防霸凌案件一定要查彻底，公开结果，无爱接受讲甲喙角全破，煞无处理好势的内部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宜兰罗东呢，有一间卖卤味的，最近互消费者讲有食到一块生鲜的稻米。这业者除了是出面来回息的退钱以外，也会追查来源。另外呢，这县内的卫生局也有去稽查了解状况。民众到罗东夜市啊买卤牛筋，哪行哪食，想袂到食到一半，所发现牛筋内底竟然有一块生鲜的豆仔片，凶凶惊一条。看到照片会吓一跳。对啊，然后一定会自己看你自己有没有受伤，毕竟是刀片嘛。我们会立刻反映给店家。对，怎么可能卤味没有刀片？食卤味竟然有豆仔片，互一般民众足歹接受，足惊因为安尼受伤。当事人嘛铺文伫网络，呼吁消费者跟业者注意，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然后我们有先把就是他们当天买的那批有先直接先下架，然后也请通知其他的每一家店都先把同一批次的同样的产品都先拉下来。业者表示，看到铺文了后，随将店内甲其他分店的牛筋全部拢先落架，初步检查工厂拢是以人工处理，无使用豆仔片。后续会继续追查供应商原料的来源，看是倒一个所在出问题，嘛有退钱后发现豆仔片的消费者。本局已经在今天派稽查人员前往它的贩售场所以及制作场所，进行相关的制作流程的稽查。卫生局嘛先往卤味店稽查，了解相关制作流程。如果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规定，嘛会解开罚单。呼吁食品业者爱做好卫生管理的相关作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这雨水呢是加较少，伫高雄美浓的第4公墓，昨昏敢若是因为这民众清明背墓烧金纸，传出火烧山以外，这火势呢是拖去到山顶，面积有2公顷。消防局派出成百人甲直升机透煤拍火，一直到今仔日早起才总算甲这火势控制好调。另外，这嘛是美浓这半个月以来第2摆的火烧山意外。把3066岁线的压力已经开到最大了。墓仔堡内底4个拢是烟甲火，消防人员水线救力开甲真棒，也是拍袂赴火势传开的速度。高雄美浓第4公墓日到中昼传出火烧意外，因为天气打扫，附近拢是树啊草啊，风一透，规个火势随传去伫山顶。消防局出动成百人，各向空勤总队申请直升机来斗拍火。到暗时10点外，规粒山头拢也红记记。消防局透煤拍火，毋但惊火烧山愈烧愈快，嘛惊火势会传去山骹真家厝。
因为30早起，山顶也有所在咧庆宴，空勤总队也再次出动，对美浓湖载水去山顶拍火。消防局表示，火烧的面积大约有2公顷，经过因透明抢救，到早起10点，火势已经得到控制。2机自飞了26架次哦，那现场同时林保署的人员已经到现场协助我们一个整个救灾。那目前的火势剩下1处而已。根据消防局统计，去年1月到3月有92件草瓦火烧的通报，今年竟然增加301件，其中有39件是伫崩阿堡。3月中，美浓才发生山拿大火，即摆佫敢若因为民众背亡烧金纸造成火烧山。当地里长呼吁天气大扫，民众清明背亡一定要注意用火。每年都在宣导，还是一样。去年没有烧，今年我们南部你也知道，雨是比较少嘛，就容易火烧山啊。那美浓屏东9日到暗时嘛传出火烧意外，消防局表示，今年雨水少，四界靠旱状况特别严重，佮加上清明要到啊，民众陪亡拜拜一定要记得甲火拍挂才离开，唔通因为一时的无注意造成大灾害。记者柯家做邱朝阳、郭永昌报道。有一句习俗是讲清明时节雨纷纷，气象署是指出讲，虽然讲今仔日拜一各地上热是伫28到32度，也毋过刷落来，即礼拜呢是有2波锋面要小刷到位啊。头一波是伫拜2，北部甲中部呢会开始落雨，也若拜6清明连假期间，第2波的锋面会来通过，中部以北是会落雷公雨，请民众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拜一各地头好天烧热，气象署讲北部温度伫28度到29度，中南部上悬有32度，华东地区可能会落短暂阵雨。不过气象署表示讲，刷落来有2阵锋面到位，时间还会变天啊。不过从明天开始，随着锋面开始逐渐的接近，并且通过，而且随后都是会有一波波这样的水汽这样通过的一个状况之下，各地的天气上都会开始变得比较不稳定一些，而且有时候雨势上也会是比较偏大的状况。气象署指出，拜2头一阵锋面接近北部、东北部部分地区会落雷公雨，甲短暂阵雨。若拜3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温度会降到20度迄卡兜，中部以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若清明连假期间，气象署讲天气也是真不稳定。那到4号以及5号的时候，另外一波锋面系统就开始会逐渐通过台湾的一个情形，所以到时候在清明连假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可能天气上就会变比较不稳定一些哦。气象署讲，拜5第2阵锋面接近，中部以北、甲宜兰、花莲山区可能会落短暂阵雨。拜6锋面通过，中部以北会落雷公雨，部分地区的雨势嘛会较大。礼拜锋面渐渐离开，不过水汽也是较高。气象署提醒民众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这场统一赛呢，对台港雄鹰的比赛是这台南亚太棒球场启用的头一场。想袂到这场歌手有一个查甫人，因为袂爽管制，转甲人扇喙皮，毋但是互中华职棒呢，家己做是永远的黑名单。就连伊上班的公司嘛，随家时甚至搁要甲讨赔偿。大家拢在看亚太棒球场首战，叫歌星来唱歌，闹个滚滚。毋过看台区煞来起冤家，对影片看这个49岁姓张的查甫人，就因为含人讲话袂合，起配面动手甲人扇碎皮。经过了解，姓张的因为袂爽，工读生叫伊莫伫行到遮挖克栏杆的所在，惊发生危险，伊煞毋管球场的规矩，就安尼甲人起骹动手，佮大声叫别人。而到暗时，受害者嘛去验伤甲提告，针对记者访问，姓张的无要回应。终止的声明，想说也是取得一下你这边的说法，这样子。没有，就不用。现在是怎么样的状况？所以国掌方式攻击对方左脸颊，警方到场后已将涉案人带反所调查，全案依伤害罪嫌侦办。这个查甫人身份嘛，随后网友吹出来，原来伊是卖厝做中南公司的刘备经理。代志发生了后，公司面册互侪网友翕相，这间公司嘛赶紧发文，强调公司对暴力无法度容忍，宣布随家私透露。那这个查甫人过去嘛捌加盟过海产店，虽然4年前已经关起来啊，不过嘛牵拖其他店家，互因真无奈。大家拢来电话来这个关心啦，拢会问啊，多过评论的话。
人家有去洗评这个1颗星嘛。我们本公司不是切割，因为在契约部分来讲，本来他这样行为就不对，已经损及到我们企业的，所以我们这边公司内部来讲，是按照那时候所签的契约来解除跟他相关的一些劳务的关系。那因为这件代志弄破家己的饭碗，县长的过去见效代嘛拢互人晓出来，包括100有伤害公然侮辱等情况。现此是因为伫球场失控，唔那互中华职棒连面的做永远的黑名单，袂使入去看球赛。真公司的嘛讲，无排除会采取法律程序来处理后续赔偿的代志。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嘉义民雄的大家国小头前呢，昨昏是来发生一件食酒塞车的事故。这是一台休旅车呢，甲停伫路边的车辆弄甲害去。警方到场的时，这食酒塞车的查某呢是坐踮的涂骹，哪哭哪后悔，酒测受0.74，涉嫌着公共危险罪，会移送地检署侦办。吊车准备要处理车祸的现场，肇事车辆内底2个人，当咧接受警方的调查。嘉义县民雄大家国小的学校头前，伫20口暗时要9点的时阵，发生一件食酒塞车的车祸，停伫路边的另外一台车，嘛互弄甲密密麻麻，加载无人受伤。无，我人拢无伫车顶哩，对啊，我人无伫咧。你人若伫车顶就严重啊！系啊，如果在车上，我可能即阵也无伫遮啊。系因这个弄的飞起来，佮弄传起来，来迄个拢正死的啦。救护车到现场，要将肇事车辆顶面的2个人送到病院。经过检测，2个人拢有食酒，其中查某驾驶的酒测数字是0.74。停车伫路边的车主是公庙家庭的成员，二时去到婚姻表演，伊暗时回来时阵才知影家己的车互弄甲害去。车主表示，食酒塞车实在是不应该。我觉得很冤枉，因为即马足侪人拢是叫姐姐弄死的，啊无就是叫姐姐弄着安尼，系啊，所以我真的。确保啦，要喝酒就叫代驾，不然就用走的。你驾驶那酒测值经检测为0.74，那涉及公共危险会送地检署侦办。肇事的女车主因为食酒来塞车造成车祸，在救护车的时阵就哭甲真大声，警方就表示食酒塞车害人害己，唔爱赔偿造成的损失，嘛爱面对法律的责任。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这美国总统 Trump 第2任做真侪代志，不过煞引起民众的不满。即马全美国呢各地是伫顶礼拜六来办一场无王日的示威。根据统计，这全美国50个州有超过900万人来响应，这是创美国历史新高的纪录。这抗议者大多数是批评统治的风格、移民政策，甚至是处理美伊战争的做法，拢无够周至。对纽约时报的广场到洛杉矶的市政厅，规街道拢是抗议的人。这场名号做是无国王日的游行，是川普自2025年第2任以来上届大规模的抗议。纽约街头出现真侪真有名的人，包括影帝劳勃迪尼洛，也个州检察长监督下。抗议的人手提标语，写着“卖国王，反对法西斯”，痛骂川普用行政命令咧治国，甲司法部当作客罪人的工具，严重威胁美国的宪法甲民主。I'm fed up with everything that's going on, and I don't believe in anything that this presidency goes for, especially this war. So we're here to participate and also to show future generations that change can happen, and hope is our resistance. 大家才想起，唔是无关，因为就伫咧明尼苏达州，进前有2个当地政府员工甲移民赶走，造成2个公民死亡，引起全民愤怒。团旗的摇滚歌手布鲁斯·史普林斯汀特别去到第2大城圣保罗市现场演唱为受害者创作的抗议民谣。退伍军人团体嘛出来抗议，批评川普伫咧选举进前讲的有和平，选举了后说服美国加入去对伊朗的战争，讲一套做一套。And so we're out here because we feel that the Constitution is under threat in a multitude of different ways. Things aren't normal; they aren't okay. And so we're out here helping keep people safe, make sure their voices get heard. 反对川普的人，唔但伫咧美国尔，伫意大利的罗马，嘛有2万人行上街仔头，因甲宽城公路甲封起来。抗议者的政治的头人无要插民意，阁有一寡退休人士甲研究人员拢怨叹讲，这过去一冬是因人生当中上界艰苦的时间。美国伫11月的其中选举就愈来愈晚，即马这个民怨是继续滚价，就惊讲对共和党国会选情的冲击是会真大。
公司新闻郑威林编译。再来看这中东的战争，目前这巴基斯坦呢是讲因愿意出面主办这美国甲伊朗的会谈。目前这双方呢，也就是美国、伊朗因双方是也未回应的。另外一边，这伊朗呢，昨是又搁再受到空袭啊。革命卫队是表示讲，因全队的报复去攻击这美国甲以色列官员的住所。而到礼拜暗时，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刷了有民众表示，伊朗首都受到攻击。伊朗革命卫队讲会攻击美国甲以色列官员的住所。以色列军方表示，当咧攻击伊朗首都德黑兰真侪目标。后来，伊朗政府表示能源设备受到破坏，也毋过伊朗媒体报道讲，德黑兰甲爱布士省首府电力已经恢复。伫这之前，巴基斯坦则宣布要主办美国甲伊朗的会谈。Pakistan will be honored to host and facilitate meaningful talks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coming days for a comprehensive and lasting settlement of the ongoing conflict. 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伫巴基斯坦的会谈是做场面的尔，也那美军差不多2500个陆战队员已经去到中东。卡利巴夫表示，伊朗的部队当咧等待因到位，准备要甲因火葬，而且彻底处罚因的区域朋友。针对美国有可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表示假庆本咧等你。مبنی بر عملیات زمینی یا اشغال هر نقطه‌ای از سرزمین‌های ایران که البته آرزویی بیش نیست اعلام می‌داریم. رزمندگان اسلام مدت هاست در انتظار چنین اقداماتی به سر می‌برند. 伊朗表示，美国甲以色列伫空袭当中有破坏2间伊朗的大学。伊朗革命卫队要求美国伫德黑兰时间30钟头进前谴责这个事件，若无就要甲美国甲以色列伫西亚、中东地区的大学校区列作是合法保护的目标。贝鲁特美国大学已经改做线顶上课。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表示，伫巴格达、苏雷马尼亚省甲杜胡克的美国大学可能加做是攻击目标，要求伫伊拉克的美国公民要赶紧离开。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好，这场中东的战争呢，是引起国际油价大起。美国顶礼拜五呢是开了真歹，也那台股今仔日开盘嘛是同款大落，盘中上价是来到32326点，也那台积电也是盘到1780块，拢总是减40块左右。另外，这日本甲韩国的股市呢，盘中嘛是同款盘5%。中东战火对股市的影响也袂煞，30台股一开盘就达到33009点，盘了100多点，盘中上价达到32326点，台积电开盘就达到1780点，盘40点。消息面呢，每天多空纷杂。今天看是坏消息居多，但是呢，今天晚上或明天呢，是不是又有出现利多的一个讯息啊？因为股市最怕的就是这种不确定的因素一下子有多方的讯息，一下子又空方的讯息，所以短线的一个操作难度确实相当高。亚洲股市嘛拢总受到影响，包括日本股市盘中大落2807点，失守51000点的大关；韩国股市盘中嘛大落5.3%。不过，像是真侪所在石化原料、塑化等等的产业嘛拢是起的。专家讲，主要是受到国际油价起价影响。若地无出产油的国家，油价起的对着产业的长期发展来讲，并唔是好代志。后续的影响嘛要继续观察。也就是因为国际原油起价嘛，互新台票变值的压力变大，31开盘新台票对美金达到31.9块，变值2分出现股汇相杀的状况。在接下来如果有资金持续外移的情况下，可能就确实会往32整数上方去挑战。那另一点也可以看到，美元指数近期表现算是比较强劲。新台票承受压力，这礼拜32块会变做双方攻防上重要的一坎。专家讲，国际原油大起可能会引起通膨，和美元的汇价压悬，这礼拜国际原油是不是稳定，会继续正做国际货币流向的观察重点。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国际油价，咱央行总裁杨金龙呢，伊是指出讲，这油价若准一桶是起到100块美金，安尼通货膨胀的比率就会收到1.9%。另外，针对着今年这 GDP 的成长率，央行是估计这是伫7.28%，预计今年这出口甲去年是相像，也是算乐观的。国际油价受到战事影响，一桶价格突破100美金。央行总裁杨金龙立法院备询回应，若准油价一桶起超过100美金，通膨率会调高到1.9%。未来油价假使是120、150，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输入性通货膨胀跟我们的汇率有关，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的汇率一定要让它稳定，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如果物价持续的在往上涨的时候呢，那么可能市面上的一个通膨的预期呢，它可能就会形成。那这个时候呢，那你会升息吗？那中央银行可能就必须要朝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执行。尤金良表示，会密切注意输入性通膨的问题。若准通膨率超过2%警戒线，嘛暂时未升息。另外，中东战事敢会影响国内经济成长率，有立委关注。台经院预估今年全年 GDP 4.05%，不过央行说预估7.28%，比台经院悬真济。尤金良表示，只要中东战事无影响美国企业 AI 投资，台湾出口动能预期甲去年同款，央行会谨慎乐观看待。另外，新青安 1.0 会伫今年7月到期，外界正关心新青安 2.0 敢会缩短宽限期。到底是哪一个太宽松？哪一个你会担心？如果太长的话呢，会导致它的一个财务的规划呢比较松散，对，会松懈。所以那如果说我们让它缩短一点的时候，也许它的一个财务的规划呢会比较谨慎。那这样的话呢，对它也很好，对银行也很好。另外，新青安敢会参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冲突？尤金良认为因两个有一致性，嘛坦白讲有副作用。新青安 2.0 的具体内容，目前行政院是也搁咧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咱总统赖清德是来接见美国联邦参议院来的访问团，认为这是对方呢用实际的行动来展现对台湾的支持。伊也强调，咱的国防预算呢是袂当拍折，嘛袂当搁再等啊。4位参议员长期关注印太区域安全，支持台湾不遗余力，并持续在国会提出联署多项友台议案。是台湾的坚实友人。我要特别强调，正在立法院审议中的国防特别预算条例，是经得起严格检验，也获得超过60%国内民意的支持。但是因为政治因素，导致立法院审议时程的延宕。We are here to underscore the strong and enduring commitment to Taiwa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hat commitment is grounded i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decades of support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ing that stability is a shared effort. 你们知道好久以前我就在台湾，那时候我国语讲的还不错。糟糕，今天大部分都忘掉了，讲的比较好像 horse tiger。好，咱赖总统是表示讲，要甲各位挂保证呢，保证咱国对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有加强台美合作这承诺是无改变的。呼吁立法院就要做伙来支持行政院版本的国防特别预算，甲国际社会来传达台湾的决心。另外，再来看这台中市长罗秀燕呢，伊是表态讲支持8000亿到1兆的军购预算，外界就开始解读讲，这甲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立场敢是无啥共咧。另外一边，在国防部长郭立雄呢，伊也是强调讲，希望大家会当做伙来支持1.25兆的版本，希望会当赶紧完整通过。因为这82套海马斯系统的头期款，美国是有答应会当延到5月底。最近访问美国返来台湾了，台中市长罗秀燕接受媒体访问时阵讲，支持8000亿到1兆的军购预算，互人认为甲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无共调。罗秀燕讲，伊的想法甲行政院版本、国民党版本只那淡薄差尔。国民党版是3800加 N， 这个 N 呢是可以增加的，而且增加到多少？我想有赖于行政院跟立法院双方的沟通。我主张浅见的部分要稍微缩小一点，但是无人机要放大。首先感谢卢秀燕市长他愿意支持我们这些相关的预算，但我这边还是要重申，我们认为这7大项的这个能力的建构缺一不可。国防部长郭立雄也是希望1.25兆版本会当完整通过，因为原本82套海马斯火箭系统的第1期款本来30进程爱护，不过经过协调，美国破例同意将付款日期延到5月。引用紧急个案处理的方式，也就是由安和局这边动用它可控基金先去支付我们的签约准备所需要的经费。美方给我们概略的时间大概是在5月底，在当年我面对生死交关的压力，可能都没有现在的1/10。
政会司长吴文启讲，这卖地震威胁正严重，面对军国安卡关，顶礼拜伫委员会审查时阵，伊情绪较着急。除了海马斯 M109A7 自走炮发射入米加标签反增加飞弹首期款，也拢是30亿进境爱付。关于首期款的部分，我们也是在跟他商量，4个案加起来大概是需要7900万，900多万的美金。如果能够通过特别条例，那我们送进预算之后，即使预算还没有过，我们那样是不是能够授权我们先行支付？郭立雄讲，4项军购案第一期款差不多是7920多万美金，拢会向美国争取延期。一那5月底条例有通过，因过有算案议员伫咧审理，可能会按照有算法第84条，请立法院同意予国防部先动用这条钱。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这包裹诈骗的做法呢，已经愈来愈侪啊！这诈骗集团呢是传简讯骗民众去到超商来领货。经济部这几天来甲4大超商做伙来合作，来设一个线顶的申诉平台。伫咧民国114年呢，拢总是收到18万件诈骗包裹的申诉，这当中有11万件是成功退钱，退钱率有来到60%。提起你需要去超商领货信息，应该袂少人有收过。毋过有当时你明明就无买物件，不免自我怀疑，敢有可能是家己记忆无好，反正登过煞袂记的。提起乡亲，这个时阵一定要和超商的店员再三确认，因为你有可能收到的是诈骗的幽灵包裹，而且佫有可能害你叫人骗2届。若包裹是假的，连包裹顶面的寄货公司，嘛有可能是伫咧网络伪造的假公司。你没有下定，但通知你来领的，这个叫做幽灵包裹。他如果透过网络上再去查询相关网页，也有可能会面临到这个网页也是伪造的，那很容易会造成2次被诈骗的状况。超商业者提醒，卡出讲，你若真正收到诈骗的包裹，嘛免紧张。经济部为着要解决这款诈骗行为，和台湾4大超商合作，专门建置线顶申诉平台和轰炸服务专线，提供民众若是收到诈骗的包裹，会当伫7天之内退货。114年度，这个申诉平台拢总收到18万件的申诉，成功退钱的有11万件，退钱成功的比率达到60%。只要消费者有争议的，去平台或者超商的这个客服这边申诉，大概有超过60%以上都可以退款。4大超商现在进一步和政府合作，嘛有提供员工教育训练，分辨可疑的公司包裹编号，会当伫第一时间判断是毋是诈骗的包裹，伫第一线替无辜的民众先做检查，阻挡无良的诈骗集团规工变东变西。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为着避免这地方法院发生暴力的事件，立法院是来招相关单位报告甲备询。有立委是指出讲，目前在法院职权呢是无一个法源的根据，所以要求司法院要赶紧提案来修法。另外一边，目前针对着在法院欠卡手的问题，嘛有立委是认为讲会当参考由这警政署变警察来自首的做法。17日台中地方法院发生暴力事件，涉嫌恐吓律师出庭的姓林的女性，伫咧庭外甲人扇嘴皮，但是法警却无照现行犯甲逮捕，引起社会议论。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8日针对法院安全维护甲法警职权行使来质询相关单位。司法院指出，目前法警行使职权，若是伫庭内就听审判长指挥，若是伫庭外拢是根据各法院定的指引。就法庭内的这个指引，其实你们已经有了，但是在法庭外，就真是发生事情的。法庭外的部分，你们目前没有指引。对，我们对于这就是真的是各法院这样，我们并没有制定指引，这个我们要改进。你们认为应该定在法院组织法也很好，那时候因为届期不连续，没有送了，你们是不是再送进立法院来？是，好不好？是，什么时候送进来？我们在这会期。有民进党立委认为，法院要定好清楚，法警在执勤的时，则袂因为欠缺法律授权，定数执法的时有丢毒，所以要求司法院提案修法。若针对司法院提出法警欠卡手的问题，定用保全代替，毋过束缚执法的权力。有国民党立委认为，会当参考立法院由警政署变警察自首的做法。现在法院组织法的规定的话，它是归属于司法行政职务，它更类似于像是一个司法行政的性质的公务员哈，就像是立法院，我们有驻卫警队，也是由内政，也是由警政署派保六啊等等来有这个编制。这我们尊重司法机关的
司法机关最后的决定，我们尽全力配合。司法院表示，针对店内的安全维护甲暴力事件，会来制定法院安全维护指引，建立标准化处理流程，嘛会积极来建议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和法庭有明确的强制力刑事法源，来维护法定尊严甲人民的安全。记者卢尚珠、郑准尧台北报道。来看国际民航组织呢是宣布一项新的规定，这旅客坐飞行机一个人只通载2粒锂电池的行动电源，而且佫禁止伫飞行机顶为你的行动电源来充电。咱国的民航局呢是指出讲会照这规定来办理，也若找这航空公司、航警局甚至是航空站，做伙针对这实施的细节，也佫有这个日子，赶紧来检举。机舱内规拢全烟，即来要飞新加坡的各航航班，伫咧等起飞时阵，旅客随身行李内面的行动电源都会呛烟，机组员摕灭火器拍火，飞机也会头转去登机口。这几年常常发生机舱内锂电池都会呛烟的案件。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宣布新规范，坐飞机一个人只可能载2粒锂电池行动电源，而且行动电源禁止伫咧飞机顶充电。我在上海工作嘛，那其实中国那边之前已经发过一变再变的规定，变了很多次了，这样我因此也丢掉2、3个行动电源。一般人是够用啦，但是如果说他是可能有某些专业的工作，比如说他是一种出国然后跑外勤，那是稍微不够用。而即马，咱国际航空业者拢禁止伫航厅内使用行动电源充电。因应新规定，民航局讲，台湾会依照 ICAO 相关公告执行。关键是航空公司、航警局、航空站讨论各项前置作业甲实施日期。或者讲，若上严格有可能是不准炸，主要是考虑飞机内底灭火设施的负担。现在因为国际民航组织正式的把它列为一个法令的要求的话，就给了各国一个很大的正当性，我可以把它明确的写在民用航空法上面，能够带几个，主要还是建立在一个风险的控管。或者讲，咱附近的国家对航艇中载行动电源的要求无同，像日本规定超过160瓦时就袂使载，韩国是要求行动电源标示的单位就要是瓦时，亦若中国是要求爱符合因自有的产品认证。建议旅客要出发之前，要了解无同所在规定。配合国际新制度，华航先公布实施日期，3月31开始，每一位旅客只可来当载2粒行动电源。长荣甲新宇航空是讲会依照民航主管机关的规定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台北市卫生局是来公布儿童甲休闲食品的抽验的结果，10件当中有4件拢是无合格，而且呢拢是阿婴仔食品。这当中有3件是来自韩国，另外1件是来自日本。卫生局目前呢已经要求平台赶紧落架，也若业者呢也应该得爱限期改善，若无是罚到300万。对韩国进口真情的幼囡仔点心，爱某某味、努力柚啊，业者讲适合含地饭，也是做饭圆。不过说好台北市卫生局伫网络购物平台抽验发现，重金属盐超过标准1.56倍，氯也超过标准7.3倍。卫生局已经叫购物平台甲物件落架，也命令业者限期改正，若无上悬罚300万。如果是重金属超标的话，它是可以限期改正的。那如果说限期改正这个时间到，再去做产品的抽验仍然不合格的话，依照审法第48条的规定，那是可以处3到300万元的罚款。除了努力柚啊以外，另外2种也是对韩国进口的 BB Cook 粗食汉堡、马达香菇虾仔酥，甲 BB Cook 幼囡仔粗食努力柚啊海味菜丝，同款是重金属超过标准。氯超过标准，甚至有12倍。日本进口的囡仔食糖、努力鲜贝是氯超标1.15倍。医生提醒，幼囡仔的胃糖吸收真好，而且代谢机制也未发展好势。那长期食重金属的食品，恐惊对健康造成危害。铅它会造成慢性贫血，那它也会造成神经系统病变。例如说，小朋友他可能会有过动儿、注意不集中，可能会有那个自闭症。这个台北市卫生局抽验网络买米的平台，10件当中有4件无合格，而且拢是幼囡仔的食品。建议家长在买食品的时，要先选择外包装、标示完整、来源明确的产品，并且也唔通食伤济。记者综合报道。
咱看这明明是乌多摆台转的车架，毋过煞有人徛伫个架仔内咧等青红灯。这是民众咧经过彰化市中兴路甲三德路口，看到有一个富人人咧是带2个囡仔徛踮这乌多摆的台转架内底。警方表示讲，安尼做呢已经违反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提醒民众咧过车路的时，就要遵守相关的规定。民众骑机车到路口，但是头前的机车台转架停的毋是机车，却是有负责人带2位囡仔徛伫机车台转架咧等青红灯要过车路。若是有机车要倒越台转，根本无所在通停。代志就发生伫礼拜透早9点外，彰化市中兴路甲三德路口。其他民众看到这画面嘛，感觉真喊过。太扯了，就有斑马线的话就走斑马线就好，就不用再跟机车抢位置这样。正常的概念当然是斑马线比较安全嘛。附近民众表示，这个所在上下班的车真多，而且路口另外一边就画斑马线，徛伫机车台转架实在真危险。警方表示，调阅相关监视器发现，这位负责人徛伫机车台转架违规过车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会当罚500块。妇人带2位小朋友站立于机车停等区过马路影片，经调阅监视器，发现该名妇人不但违规站立于机车停等区，还违规穿越马路。该违规穿越马路行为，依据《道路交通管理条例》78条，可处新台币500元。警方呼吁用路人，若是要过车路，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定。若无行伫斑马线，也是无伫画设人行道的车路瓦边来行，拢是违规的行为。毋但一只罚单，嘛可能会发生危险。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另外来看高雄有民众咧是发现有这乌多摆停伫个台转架仔内，也毋过已经青灯啊，人煞犹阁无要走，原来是咧甲另外一个人安尼交钱。警方是提醒讲，这骑士呢甲过路人拢已经违反着道交的条例，2个人是会当罚上悬1800甲500块。画面中，这骑乌多摆人徛伫咧高雄凤山凤南路到林森路口这个台转区，发现过路线迄边有一个熟悉的负责人，伊甲下手对方就行过来，手头的钱佫交互对方。只是这2个人好亲像是伤过专心，无发现讲头壳顶已经变做是青灯啊，2个人直接掉伫咧路口，后壁的车要过，就该甲越过。这个状况去互其他的人翕落来，铺上网络，讲青灯啊，佫会使安尼看看死哦。这车是足济，伊可能是临时的尔吧，应该我也毋捌看过人讲生意，啊，毋过安尼是足危险的这个，系啊。我若看着，我嘛会去遐扭啦。警察讲，女骑士也有负责人的行为，拢已经违反道交条例。机车台转区是由机车依照规定2段式倒弯的时阵暂时来使用。行人伫咧来来去去的车路顶悬安尼停留，这是违法的。2个人分别上悬会使罚1800块，也有500块。比如说逗留、表演、拍照，都有可能会造成那个车祸的发生。所以这边呼吁那个民众，在道路上不要从事一些不要去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1项4款的行为。伫这个月，有业者为着要吸引人客侧观港伫咧门卡口的大路底下跳舞，警察讲，不管是伫咧人行道顶悬翕相，还是伫马路顶跳舞，拢有可能会影响到车路，互其他后壁的人反应袂赴，甚至引起到车祸。所以提醒大家咧用路的时阵，都要专心，唔好变一寡孤多必死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市，有一个独居的4大人呢，蹛车顶10外工，食、困、甲放全部拢伫咧车内，这环境哪粪扫堆共款。有社会团体呢是接到厝边的反映，联络到这社会处甲警方合作。也毋过这个老大人伊是真固执，互人苦劝买规工，才总算甲这个72岁姓陈的老大人送到病院甲安置。志工人员倒骹手将阿伯对车顶刷到轮椅，等医护人员到位协助送病院。顶礼拜27，屏东市的台东二街有一台轿车停伫路边，因为传出怪味，附近的民众才发现车内有一位72岁姓陈的阿伯，伊蹛伫车顶生活10外工啊，食困放拢伫车内，规环境亲像粪扫堆，厝边头尾惊出代志，赶紧通知附近的志工团体斗相共。毕竟多少过路的人，这附近的人会有感觉到
受过过节，过节不爱配合安尼。在之前一阵子就有看过这个老伯伯，他是之前还会在那边还会走路啦，但是他是这一阵子哇，全部都是待在车子上这样子。志刚到现场发现阿伯规个人个个倒伫车内，两只脚无行动能力，甚至包叫猪仔。但是等阿伯一开始就坚持，无愿意去病院。志刚和警察以及社会处的人员对中昼一直苦劝到赢，尾仔阿伯态度才改变。志刚人员是用食零仔力，才甲人对轿车内底抛出来。虽然身躯割着屎尿，但是阿伯愿意去做检查，志刚拢足欢喜。第二天我们又去苦口婆心了，因为他如果再一直不就医会死掉呢。对呀，因为那个细菌感染很容易引起败血症。那在返回社区之后呢，我们也持续的有关心这位这个个案，然后提供连结一些送餐的资源。厝边表示阿伯是假收入户，原底有税厝伫附近，落尾可能无钱纳租金，就拢住伫家己的车顶。县府社会处讲阿伯捌接受安置，但是拢住一阵仔就想要走，后续会由病院甲社工评估照顾方式，帮阿伯找一个安置的所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林焕仪伫去年底修正通过财委会了后，这新竹市呢，佮加上原底市政府的预算，拢总是有786亿，扣掉这支村的按算，还佫会剩36亿。时代力量的议会党团呢，就指出讲，佫有遮侪钱会当使用，真侪基站的建设呢，即马拢咧等钱，也毋过煞无看到市政府提出虾米款的计划。预算剩余非正经，投资新竹才有力。手提牌画口号，要求新竹市爱重视基站建设。自立欢迎通过财会法修法了后，新竹市总预算来到786亿，创下历史新高。但有议员指出，扣掉支出了后，佫剩36亿。新竹还有真侪所在需要建设，煞无看到市府有提出什么计划。明明就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的建设，需要有经费的挹注，不应该把这些预算的剩余当作政绩。应该要将这些钱投资到刀口上，完全看不到新竹市政府有对于这样子的增加的财源挹注有什么样花用的规划，所以这个蓝白立委在中央吵着这个要多分配给补助地方财源这件事情，在地方来看完全是儿戏。有议员举例，有学校铁门早就开去，不过市府说讲无钱通修理。而且也认为，照你讲，医生一般拢是无够用较济，哪有可能佫会存遮济钱？有学校的校门，它的伸缩铁门坏掉，关不起来，这是影响校安的问题耶。结果呢，学校跟教育处说，我们的铁门坏掉了，修缮费用大概12万，却已经被教育处告知我们没有修缮经费。议员讲，真侪学校、甲公园以及基站建设拢咧等钱用，市府无应该把存落来的钱当作政绩。民众真正需要是地方建设。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来看这个生态景象，若食猪类，唔免走去到马祖，伫台湾就看会到啊。有民众是伫苗栗的竹南这个龙凤渔港去甲翕到，在地人讲已经真久无看到这款的景象甲光度啊。因那专家是指出讲，会有这个现象呢，有可能是水质出现变化。好漂亮哦！民众摕竿桶向海面泼水，海面毋但发出蓝光，阁维持几十秒，互现场的人是不止痛。苗栗竹南的龙凤渔港最近有民众发现出现蓝目屎的现象。蓝眼泪有季节性，这边也有，但是如果像昨天那个他们看要倒水就这么清晰的，真的很少见。民众讲，这款景象是真罕见。嘛讲，若想要看蓝目屎，唔免去到马祖啊。当地渔民讲，真久以前捌伫龙凤渔港看过蓝目屎，毋过真罕有这款规模甲光度，而且有季节性。县府是表示，用过遐是无看到蓝目屎的记录。那个水坑溪它流经我们竹南的一个市区哈，那是不是因为冷水坑溪而造成这个水质的一个优氧化的一个提升？那吸引了很多的浮游生物。它基本上来说的话呢，是分布在这个副热带跟热带的这富营养盐的这个沿岸海域呢，大概都有。那如果以这边来说的话，可能在所有一直有这个东西。如果说是龙凤渔港从来没有发生过，那可能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可能的环境产生变化，只能这样说。学者指出，蓝目屎是夜光子发出来的蓝色光，伊是透明的单细胞成分，嘛是浮游生物的一种。上介意的食物就是其他藻类。
伫大水或者是河水早来大量的绿地无机营养盐的时，就要互石藻大量生长，提供叶光藻构起来食米，互叶光藻炭真紧。这当解脱是海水环境产生变化，毋过毋是环境或者是海洋污染程度的指标。记者综合报道。伫个个月东部保留的海迄带呢，有一只号做是提米的海蛤，那像就是因为找者煞伫个海墘啊呢扩大超过1礼拜的时间，就算这专家想要甲救，也是找无步。落尾这只海蛤呢，是因为钓伤久无体力，看起来要收回去大海已经愈来愈困难啦。这是一个真使人烦恼的海岸救援行动。这只大约12到15公尺长的幼海蛤提米，点点啊浮伫浅水的海部顶。对顶礼拜下方发现掉伫个遐了后，救援行动已经几6天啊。救援人员伫个海部利用卡拖机甲船只制作大海鹰，协助提米脱身。原本已经成功可以收出去，煞一个收60公里外，搁一摆扩大。Wäre in der Lage, wenn er Kraft tankt, und deswegen haben wir die Entscheidung getroffen, ihn in Ruhe zu lassen, tatsächlich auch sich auf den Weg zu machen und dann auch erfolgreich dieses Gebiet zu verlassen. Und das sieht man an der Hautoberfläche. Er hat ja im Übrigen auch。真早伫个3月初3，就有人看到提米伫个波罗的海海域，不过一直到顶礼拜才出现相关的报道。提米的命运引起德国民众高度的关注。专家推测，提米可能是伫个育鱼群的时失去方向，也是伫个潜水的期间路线去偏去。因为波罗的海的海盐较薄，不是海蛤自然的栖息地，提米的皮肤已经开始溜皮。Die Haut ist nach wie vor in dem gleichen schlechten Zustand. Es ist aber sehr auffällig, dass das Tier deutlich weniger Aktivität zeigt. Die Atemfrequenz ist deutlich reduziert. Das Tier zeigt keine Bewegung. Es ist auch auf näheres Anfahren hat es nicht reagiert, was es die ganze Woche in Niendorf doch immer wieder gezeigt hat. 目前的救援对策是封锁周边的区域，希望提米会当利用船的体力，家己收回去大海。不过气象预测显示，水位下降大约40公分，环境可能对提米较不利。另外，提米上少就要收过500公里的下水域，才会当安全达到大西洋。这对已经渔猎的提米来讲，是一场真艰难的挑战。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要拿下晡晡的天气，所以咱继续个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台湾各地还阁有平乌、金门，大多数是多云到好天，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甲马祖会有南山短暂阵雨。过昼了后，山区嘛会有南山短暂雷阵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